大家好，我係追趕賽馬嘅 ED， 擁有一匹高質素嘅4歲馬係唔少馬主嘅追求，為此不惜大灑金錢購買外地賽績優秀嘅馬匹，或者揀選一匹高潛力嘅側身馬，而且馬匹到港之後亦都要適應環境，保持身體健康，先有機會可以實現天賦，成為打比新星。經過4歲系列頭關，小鳥天堂已經成為兩眼人群嘅新星，只係4歲系列賽中，由於豐厚嘅獎金同埋歷史悠久嘅榮譽，多數人會以最後一關嘅打比大賽為終極目標，所以揀選馬匹嗰陣時都會揀適應2000米能力為主。然而今季有一匹4歲嘅新星喺澳洲昆士蘭打比取得亞軍之後，離港憑82分首戰跑馬地二班1800米取得合格嘅亞軍之後，隨即返回沙田二班2000米嘅賽事，並且一放到底。4歲系列賽仲未開始嗰陣時，佢嘅評分足以入選經典一哩賽。不過練馬師並冇急於求成，以賽區嘅一哩性能不足為由，轉而挑戰藥組賽事 G3 嘅8週年紀念銀瓶。五速威龍上咗啲啦，出邊第4位粉紅衫粉紅帽禪聖輝煌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直線力山、安裕啊，掟到最出係嗰隻美麗同向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數字天文仲係佔先咗半個身位嘅，咁啊見到喘內欄上㗎嘛，有勁速威龍，中間追禪聖輝煌，大外檔嘅美麗同向啊，最後200米數字天文仲係佔先半個身位，外邊禪聖輝煌追緊佢，入邊勁速威龍擠咗段唔多，出邊冚咗一段又係唔多嗰隻美麗同向，最出呢仲有隻安裕啊，最後100零米數字天文游刃有餘啊，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啊！第2名嘅馬呢，好近啊，埋邊勁速威龍最出啊，安裕好遲先撻得着啊！第4名安晴又上返嚟，同禪聖輝煌需要影相啊！喺呢場讓磅賽90分嘅數字天文，由於騎師造磅嘅唔成功，蝕咗接近3磅出戰，仍然可以拋離2個馬位取勝。回顧過去，甚少有4歲馬嘅進度係可以勝出呢場賽事。19年前，傳奇馬王爪王凌雨勝出呢場賽事之後，接戰打比亦都大勝而回，自此展開傳奇生涯。喺事隔2年之後，賽舊嘅工程塑料憑藉輕磅突圍而出，但係正本戲嘅打比大賽卻無影無蹤，並且之後已經冇再贏過啦。至於數字天文嘅故事，就要交由梁家俊嘅發揮，希望佢可以揾翻當年騎美麗傳承嘅感覺，再次取得大賽勝利。最後大家認為今屆2匹華將策騎嘅機會馬可唔可以包辦4歲3冠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，下次再見。